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今日伫国内各增加20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全部拢是对境外入来的。目前到今已经有215人受到感染。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台湾无到发布紧急命令的抗战，也强调讲，中国若是量早坦白，就袂遐尼侪人对你受苦。中国官方第23公布增加78病例，其中有4个是本土感染，内面也有医生染病，怀疑是病院感染。今日伫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阁增加20个，总人数来到215人。今日所增加的全部拢是对境外入来的，主要是伫外国读册、食头路的人。其中也有一个5岁查某囡仔，因感冒嘛去土耳其旅游回来了后，也发病啊。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数搁再新增加20例，全国确诊总计病例一日冲到215例。不过，即摆公布确诊名单全部拢是境外移入。新增加确诊名单内底有3个人到美国探亲，另外有8人分别在英国、爱尔兰、西班牙、美国读册，也有伫法国、美国工作，以及长期住伫英国，总共5个人。出国旅游的有2例，也有一个来台湾工作的印尼移工确诊。而新增加的确诊病例内底有一个细汉查某囡仔，只有5岁。3月11号到19号是去土耳其，19号入境哈，他21号才发烧。土耳其的这个时间比较长，他的这个当然他的这个感染的风险应该比较高。另外一名印尼籍的确诊病人是来台湾工作的移工，头一天到台湾就在入境的时阵检测出阳性反应。好，在入境的时候，那有查到有这样的阳性的反应，那当然也是送隔离治疗。另外，对着中国湖北省政府宣布，对250点起，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开湖北通都管控。武汉市也在4月7日解除封城，但是中共登来台湾比较办理，一律落实伫厝检疫14天。那既然他如果不封城了，好，那大家回来，好，基本上我们当然会对这些有坐骑的人特别注意，会照着一般回国居家检疫，好这样的一个措施来走。指挥中心公布，即阵伫厝隔离人数有4500人，伫厝检疫有超过78000人。而隔离甲检疫期间发1000块的补偿金，3月23开放线上申请，效期2年。强调若是违反伫厝检疫规定，伫外口拍照，也是受隔离期间有领薪水的，拢袂用领。记者综合报道。有人问到讲，政府当时发布紧急命令的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透早伫立法院表示，伊是希望千万莫发生，也强调讲台湾目前无够封城的抗战，也搁再讲，若准中国一开始对疫情无隐瞒，就袂害遐尼侪人啊。武汉肺炎和全球是真紧张，台湾境外移入的案例，这几天啊拢是2位数咧成长，嘛致使防疫的压力愈来愈大。早起立法院咧质询的时阵，都有立委关心当时的需要发布紧急命令。万一发生国际经济形势，这个包括经济，是当然，经济形势是我们现在这样不足以应付的，这是一种。因为紧急疫情突然。比我们能够掌控之下已经失控到某一个程度，那紧急命令。所以紧急命令我真的实在是希望千万不要发生。苏贞昌指出，未为着超前部署发布紧急命令，不过时代力量党团对目前的特别条例指挥官的权限有抗被授权的疑虑，提出修法，爱明定应变处置甲措施的范围。也若后面有袂少的城市为着要防止疫情拓开，小连续实施封城。台湾敢会嘛有封城迄一天，苏贞昌是赶紧甲大家信心话声。不到封城这种做法，我们其实因为国人同胞大家警觉性很高，同时大家也都知道，应该不要自己成为害群之马。疫情上早是伫咧中国逼出来的，即马拖到全球。苏贞昌批评讲，若是中国拄头，就莫隐瞒疫情，大家较早得到警告，就袂拖到遮尔厉害。不过湖北省嘛已经宣布。武汉为4月7日开始解除管制，1300个要调伫咧武汉的台湾人，因为去防自己列管，解除封城了后，敢会当家己返来台湾，引起大家的关心。既然武汉跟湖北解除，还要包机，还是可以自行坐着飞机回来台湾。后面那半段一定要坚持去做。我今麦跟人问这个问题呢，包机，决定包机好。
行政院甲陆委会目前也是以包机返来台湾的方式为主。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早起嘛强调，武汉也是重灾区，也未解除封城进程，情势虽然伫咧控制当中，不过也是爱小心谨慎。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有指示，针对纾困振兴方案，也是爱亲像防疫共款，就爱量早安排。行政院伫暗头仔有召开记者会，宣布上新的纾困方案，民众会当申请税金较慢纳的，若准是要分期纳，上久会当分3年。退税的部分，那基本上财政部它会自动的，而且提前的把这些税务呢退还给民众啊。那这个是有关于税务方面。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于这个贷款的部分哈。那对于一些如果个人因为贷款上在有一些困难的情况之下，基本上他本金跟利息都可以申请延缓缴纳6个月。中央银行也宣布了降息1码，就是0.25个百分点。那基本上我们已经跟所有的银行做过沟通，所有的放款利率基本上都要充分反映这个降息0.25%的这样1码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针对着弱势家庭同款有补助，针对4大囡仔新长者，逐人会当补助因1500块。另外，中央银行也会针对短期内大批资金出入的情形做调整，互股市更加稳定。另外，中小企业的水电加速补助，1桶20公斤的加速会当俗100块。服务业甲中小企业的电钱会当拍9折，逐个月上济会当俗到10万块。讲到有人对这个防疫是真帮赞，煞有人伫咧做帮派。伫咧新北市甲高雄，拢有一个爱在家检疫的民众，拢逃窜出去。好佳在警察有甲因查落来看门，才发现讲因是逃走出来的。在这段期间，卫生单位拢唔知，甚至有人爱伫处理检疫，佮招朋友来处理佚佗，实在是太不应该。警方伫路年，甲这个桥头摆小姐查落来，核对伊的身份证了后，系统却显示伊是袂当出外居家检疫的对象。那我回去我就住在旁边而已。你这样违规呢？我想说买个东西，因为我家里都没人。系统跳出警示画面，显示该对象属居家检疫身份。员警立即劝导该名机车骑士返家。民众认为讲，敢若是暂时出门买物件，赶紧回去就好。毋过依法也是奉送卫生局来处罚。为着斗3工防疫，警用系统最近增加防疫对象监视的功能。毋过，就连国道警察伫咧高速公路拢会当拄到居家检疫的对象。这台伫咧中华路段去用查落来的轿车，因为路草无熟，车伫驶时阵有淡薄翻来翻去去用查落来，结果驾驶是应该伫高雄居家检疫的对象，甲检疫手机留伫处理，相比定位。整个的系统监控里面是比较难以去掌握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也会检讨相关的一些整个体制。那考虑日后在类似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我们可能考虑用互相监控的方式。那甚至于有李林这一部分。高雄市卫生局坦白讲，敢若高雄目前居家检疫人数4000多人，一天抽查2届已经是真大的负担。当咧考虑向中央反映讲，来日起警方巡逻或者是人力通报系统斗3工监管。毋过高雄选有居家检疫的对象，无法度出门，煞叫朋友来佚佗。就是叫朋友去唔到，我不用怕安怎个，我会烦恼啊，到底有没有法子啊？高雄市卫生局强调讲，民众若是家己去接触居家检疫的对象，目前无处罚的条款。若是大人嘛无强制拒绝人客的权利。虽然敢若是少数居家检疫对象出现防疫的空隙，毋过会甲中央来建议应对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伫台湾国内爱在家检疫民众，全国都有37000多个，其中新北市就占1/3。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要求警察爱伫封闭场所的店头外面巡查检疫的。24早起，新北市上新的居家检疫人数有12416人，占全国的1/3。为着摆互防疫出现空隙，市长侯友宜要求甲公有封闭式的场馆关起来，暂停营业2礼拜。针对民营的无通风的空间，嘛要求重点卡工，来取代扩大立检的部分。从昨天开始，我就要求警察机关把人潮多的封闭空间不听规件的业者盘点出来，全部站岗。2个小时一班就可以换人力，我一个晚上的扩大临检的动用人力，可以比14天的人力还多很多了。
新北市想要减少群组感染，而且嘛要严格预防居家检疫的人四界拍走。校友早起讲谈话，若是超过伊违反规定，会考虑公布伊的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嘛认为讲，徛伫咧防疫必要的原则之下，袂反对地方政府甲名公布。台北市政府是佮公布一个居家检疫失去联络的人的名。他的手机号码是空号，地址也不是他的居所，2次以上联系，透过警政系统都找不到。他的名字叫陈策，本国籍，109年3月21号入境，从北京回来。面对疫情产生的冲击愈来愈大，新北市佮公布3项纾困措施，针对受到冲击真严重的行业，采取租税补贴佮减免、减收持有不动产租金佮权利金，还有延长信用贷款保证期间等等的措施。所谓的艰困行业，像对游览车客运业者，我们会配合中央补贴牌照税，应纳税额50%。新北市新一波的纾困方案预计上近25早起公开。另外，考虑到老大人的感染风险较悬，宣布2时开始，大房县的老人安养机构会暂停探访，日间照顾甲居家服务，卖扩大暂停服务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官方公布23新增加78个感染者，其中有4个人是本土案例，其中有1个本土案例是医生，无排除是发生病院感染。另外，湖北省也宣布讲，对25开始会解除出入境管制，武汉是要听候到4月初8才会解除。即阵全世界拢无用伫咧防止武汉肺炎继续传，伫咧病毒发源地武汉封城2个月过了后，宣布3月25开始，武汉以外地区解除管控，为4月初8开始，武汉市正式解除封锁。那武汉当地也开始小耍开工，物流公司人员拢挂喙暗，无用出货，公车也恢复营运，大卖场也开放给民众入去买物件。现在呢，只要把防护措施搞好了。然后自己进来选的话呢，个人也方便了。伫咧武汉，小连续5天无出现新增加的确诊病例，不过官方公布3月23又搁增加78例确诊个案，其中74例是带病入境，有4例是本土个案，分别出现伫咧北京、上海、湖北甲广东。但迄个出现伫咧湖北的确诊个案，风声是湖北省人民病院的一个医生，无排除出现院内感染。湖北新增确诊病例1例。为武汉病例，他这里没床位，不管到哪不要病人，都不要病人，是不是？所有的医院都不要病人，所有都不要。就伫咧3月初10，武汉宣告14间封城病院全部结束了后，武汉义工组织的成员亲目睭看到，对封城病院转去到社区的人又搁出现镜头，不过病院煞无要收，就为着要营造零确诊个案的这个标明数字。至于这个数字到底准不准确，你懂的。这个是政治治疗，而不是医学治疗。在上海东方明珠广场头前，开始有民众登来行搭。自本对这个月初3就无搁再传出本土的确诊个案，不过3月23又搁新增加1例。上海市政府宣布，按3月25饭点开始，虹桥机场暂停所有国际、香港、澳门也有台湾出入港的航班业务，相关的作业拢会转向浦东机场来办理。现在国内入境的话，他是进来会做检测，然后会进行隔离嘛。除了上海，北京政府也宣布，按3月25开始，所有入境的人拢要隔开观察14天，而且要采检。这段时间隔离观察的费用要家己纳，若检测的费用就由个人医疗保险来负担。记者阿敏、金玉水综合报道。讲到美国疫情是未收煞，干那纽约州就超过2万人感染嘛，这款情形也严重拖累美国经济。美国联准会第23提出更较强效的经济措施，想要挽回经济。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也宣誓讲，美国真紧就会重新开门，甲世界做生意啊。美国华盛顿特区调色河附近的灵火，这几天大开警方23由封锁线组织收容的人大量集中，因为这周末已经有几千人呼市华府禁止50人以上群聚集会警局来收烟火，正做防疫的抗衡。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拖甲真严重，纽约州体检阳性人数破2万，其中纽约市就占12000人，也有近100人过身。为防疫全州13开始。
实施非必要卖出门的居家令，禁止非必要聚会，甲别人爱保持安全距离。市长白书豪向840万市民发挥，呼吁配合限制令度过挑战，也感谢联邦政府及时提供400台呼吸器。不过，目前还阁欠几千台呼吸器来救患者。At this point, we're about 60% of the cases in New York State are here in our city. About 35% of the cases in the entire country are here in this city. We are the epicenter of this crisis. 美国真济州已经实施居家限制令，经济活动减少真济。为避免08年雷曼金融危机重演，美国联准会2摆大降息了后，23股市开盘进行宣布，无限量收购美国公债甲房贷担保证券，以及帮助个人甲中小企业3000亿美金新融资计划等真济项措施，算是无少任何代价提供市场流动性，当过非常时期。不过因为2条美金大赢钱市场顶限方案，要卡在国会无通过，当日美国股市有关是开价行价。I think the Federal Reserve should be commended on how quickly they've reacted and the innovativeness that they've taken. It's hard to see the immediate impact helping to offset the selling pressure in stocks or the weakening of the economy. 上看重经济表现的川普伫白宫记者会上保证，美国经济未长期停伫遐，未为防疫进行全国封锁，伊会重新评估当前策略，表示真紧下个回到经济开放时期。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第2次发出警告，讲全世界武汉肺炎病例已经超过30万例了，而且是愈传愈紧，必须要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防疫的医疗器材也要协调各国做伙来合作生产。另外，英国也开始限制民众3礼拜袂当出国行搭。也拿澳洲的公主邮轮有游客落船就人确诊，也已经有1个人已经死亡啊。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对疫情即阵发展表示，已经出现让人伤心的数字。More than 300,000 cases of COVID-19 have now been reported to WHO. The pandemic is accelerating. It took 67 days from the first reported case to reach the first 100,000 cases. 11 days for the second 100,000 cases, and just 4 days for the third 100,000 cases. 伊讲，敢若防卫是无够的，必须主动面对疫情，隔离、保持社交距离，并且保护医护人员。Testing every suspected case, isolating and caring for every confirmed case, and tracing and quarantining every close contact. This week, I will be addressing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from the G20 countries to work together to increase production, avoid export bans, and ensure equity of distribution on the basis of need. 疫情上升，骇客也趁机作乱。这个月想要来侵入世卫电脑系统，攻击是以往的2倍以上，即阵也无查明身份，攻击也无成功。不过知影是想要偷摕最组织相关的密码，治安专家已经提出警告。英国首相强生23暗时宣布全国实施3礼拜不用出外的命令，民众除了上下班、采买必需品，其他时间不用出外。非必要的服务设施也是商店已经关起来，若是无遵守用法。过去英国防疫做法洪批评伤烂性，一礼拜每天确诊几100例，甚至上千例。即阵安尼做表示，这个政策已经大改变。From this evening, I must give the British people a very simple instruction: you must stay at home. 另外，一只停伫澳洲雪梨红堡礁公主邮轮真侪防疫大发泄，19只邮轮2700人有部分出现相关症状，却是互因上花，人客拢无检查，也互因四界拍拍走。即阵有一个病人死亡，官方赶紧来补救，用电话通知赶紧隔离，结果发现超过130人是阳性。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这个月21，海巡署伫小琉球附近的海域抓到31个越南偷渡客，也因为防疫的关系，甲这挂人安排伫台中清水旧营区内，想袂到有6个人破坏铁窗逃走出去。虽然讲这挂人无染病镜头出现，不过也是赶紧甲因找倒转来。来到偷渡客对遮逃走的海巡中港营区，铁窗外口的铁机啊明显被加登去。另外一间铁窗的铁机啊直接被拗开。24早起7点，海巡人员发现暂时安置的偷渡客总共6个人，下落不明，逃走时间应该是在24透早。
它本来就是我们一个厅舍，只是因为这个部分防疫上，因为疫情上的需要，我们在这个月，我们才把它的里面的条件、隔离的条件做一个补强。海巡人员赶紧甲防破坏铁窗加强固定，原本只有2个人过一个出入口，即阵也增加到6个人。内底偷渡客骹手也成拢甲扣起来。这个月2日，海巡署真防分署在小琉球海峡查到31名越南籍的偷渡客，也过避免互相烧毁，有事先甲分开2个所在安置。二楼伫中港营区的15名偷渡客，是予3个人带一间，也加了假帮。海巡人员讲，敢若敢是去镜头炸掉咧，互因逃走的机会。这6个人啊，逃逸的时间最长的有一位是有8年9个月的时间，那另外一个第二个是有6年的时间逃逸的时间哈，那其余的大概都分布在1到4年。海巡署讲，逃走的6个人拢以合法方式来台湾，不过有一摆逃走的记录互遣送，唔若对台湾真熟，有朋友住伫台湾，即阵有掌握逃走的方向。不过越南属有第3级旅游疫情警告，即阵虽然讲是无人发烧的症状，不过烦恼真多防疫的缺失。海巡另外会甲警方合作，赶紧甲人抓回来。记者自综合报道。交通部要求台铁对5月初1开始，要甲所有旅客拢磅体温。不过目前敢若有20个较大的车头，才有红外线共磅体温的机器，其他的车头拢要用人工磅体温。另外，还佫一寡真细车站，就爱列车长来斗做，列车长也讲恐惊有困难。伫家人的8道车站无站务员，旅客进站家己撸卡入去，因为我条件海运公园，伫假日有袂少旅客。目前全台有47个亲像安尼无站务员的车站，因为5月初1起要全面替旅客量体温，代替目前规划交予列车长伫车顶斗3工。我们基层的车长会觉得说，实行上是有难度的。再一个最重要的是，不管你车站量到超过37.5，或是车上，你都没有办法叫旅客下车或拒载，因为台铁局没有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做法。消息一出来，第一线人员大反弹，一期北州无人站挖近景点，旅客定定拢是一大群人，另外也无配套，卡住让着发烧要安怎处理咧？代替指表示会研究相关措施。我怕那个飞过去比较方便。代替台北车站24下晡开始设红外线测温仪，按算4月初1开始，全台有20个大车站拢会用红外线测温仪。不过高铁台北站、捷运台北站拢已经启用测温仪，旅客感觉代替的步数有较慢。我觉得台铁每个地方都有量，地方都有。台铁没有哎。现在疫情比较严重，对啊，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家都有多一份保障，有量的话啦。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并无强制旅客发烧延故在，代替第一线人员烦恼，万一有体温超过旅客，也是要坐车也无法可管。即马连坐车拢无法度强制旅客挂喙安，清明年假就要到啊！目前定位真满，也是防疫大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咱的政府也宣布讲，对20时开始禁止国际旅客来台湾转机2礼拜。今仔日是头一日，规个机场是冷冷清清，甚至有飞行机的引擎拢嵌塑胶布，要防止营压，应该会有一段时间无要搁再飞啊。桃园机场飞行机规个拢停满啊！为着要阻挡疫情伫咧全球滚价，机场的航班减少，飞行机停飞。航空公司嘛，甲引擎套啊，较袂营业，因应长时间的停飞。另外，机场内底嘛是空，敢若有蓝山的旅客。这是雨衣，因为隔离衣只剩最大号的 size， 然后我穿不下，就 M 号全部都被抢光。知道要居家隔离啊？知道。有没有感觉今天飞机上人数非常少？非常少，一个人可以坐1排。当然，因为这个病毒是全世界的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所以说不应该让人太多那个结果。武汉肺炎疫情伫咧全球大流行，为着避免疫情透过空中运输来传播，为20时开始2礼拜的时间，台湾全面禁止旅客转机。不过，预计也有3985个旅客20时返点进前的转机。桃园机场嘛加强消毒，只要一发现，就透过2氧化氯先做消毒的动作。好，在垃圾桶把它消毒完了之后，我们打包，整个就丢到那个焚化炉去做一个焚滚的动作。觉得台湾的防疫政策怎么样？蛮好，很好。后来就轻松了哦。台湾防疫最好了，一进来检验什么，很正确啊。对啊。大家都有保护措施。意识啊。
根据移民署的统计预报，桃园机场24入境3898个人，出境2513个人，拢总6411个人。旅客返来到台湾，感觉真幸运。除了俄罗台湾的防疫，让人真安心，嘛认为停止转机的政策是对的。记者综合报道。那准面对使人怀疑的消息，就可能是假消息，咱也做伙来甲检举。亲像最近有里长伫咧网络乱讲，台湾加水岸关乎巴拉圭，日本加美国，也已经有人讲台湾袂输亲像地甲共款。刑事局到呾也甲200多人送去治罪啊。社群平台一直传台湾关乎巴拉圭100万的翠暗，不过民众甲媒体都唔知影，也有民进党禁止翠暗出口，出予日本1000万片，各每礼拜予美国10万片。不过这消息伫外交部澄清并不是事实了后，调查局展开追查，最近抓到散布假信息的源头。最早是在脸书的粉丝专页今日海峡给了日本1000万片，每周进贡美国10万片。脸书社群某一位前里长他散布的。调查局对受实施相关信息20日并且禁止海峡出现，随后伫中国社群散布，高经由来群组也个并且进入台湾社群，对抗疫情全台紧张。不过网络假信息又原换天杯，境外来无实在资讯也一直出现伫个网络平台。刑事局就接到检举，并且有人抛出亲像屏东加州人间联合中央博物馆，甲总统讲国军生化兵已经伫个作战这假信息。侦办了310件，移送156件210人，有72件疑似是境外人士散播。警方也分析，目前流传的假信息常常出现简体字，或者是依法甲中国大陆用语相关，比如讲将警察叫做保安，也有真侪内容甲现实状况明显无符合，这拢是想要引起民众惊吓。除了疫情资讯被造假，就连往来拢会因为疫情出现抵消的假信息。目前来讲，应该都没有凤梨，也不会有滞销的问题。开始在追金流跟物流的情况之外，在知会农委会，希望由农委会那边来跟 NCC 做反映。台东往来三季差不多5月才开始，结果网络上传出落叶往来抵销，也有农民被盗用影片、相片。警方已经查出这个买往来的网站，设地国外，正在追查，都惊有心人士利用假信息打击农产品市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伫昨宣布禁酒令，却引起业界批评。林郑月娥在今日说讲，若准民众会当约束家己，就唔免法律规定。也强调禁酒令目前也是研究阶段。另外，澳门也宣布讲会甲香港同款，对25开始禁止外国人加14天内捌出国的中港台人士入境。香港疫情继续升悬，最近新增加个案大部分是境外移入。特首林郑月娥伫23宣布真侪项防疫新措施，为25 0点开始封境14天，为香港居民禁止为海外入境，所有入境者也拢爱强制隔离14天。另外，佫颁布禁酒令，引起酒吧业者大反弹。大家都知道打邊爐事件啦，曾經引發過一個問題出嚟，係啦。咁但係而家咧，政府睇嚟咧。佢淨係咧針對賣酒嘅場所。就我哋當然希望每一位嘅香港市民喺今次咁危急嘅情況咧，都能夠自我約制。如果能夠成功自我約制，就唔需要大量嘅法律嘅工作。禁酒令確實成效，有8600間嘅酒吧甲餐廳攏會受到影響。業者表示，成了8成攏來自酒水。安尼做對防疫無幫助，因講是結束營業。林鄭是強調立法抑閣需要深入研究，所以會聽業者意見，希望民眾自律。香港24宣布新增加30個確診個案，大部分是境外移入，其中一人去過澳門，澳門也宣布要甲香港封境措施同款，25開始禁止外國人甲14天內捌出國嘅中港台人士入境。禁止所有入境前14天內曾經到過外國嘅有關嘅內地、香港同埋台灣嘅居民，停止喺澳門機場嘅轉機服務。
入境前14天到过香港、台湾的人，也爱到卫生当局指定的地点接受14天的医学观察。贺一成也表示，政府找找适合的酒店做医学观察真困难，尤其到即马无一间酒店配合照相，呼吁企业应该承担更较侪社会责任。另外，深圳24开始，经口岸入境的所有人拢爱做核酸检测，经深圳口岸到内地人爱向海关交健康声明、确认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一再伫咧滚价，真侪国家希望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当延期。国际奥委会表示讲，上班会伫4礼拜内决定敢有要延期。不过，也有专家讲，若准东京奥运延期，日本的经济损失尚无会超过1700亿的台票。当全世界医护人员拢伫甲武汉肺炎车病时阵，也是有真侪单位真有爱心，提供即款医护人员免费的食食。另外，也有店家有一个时段专供予老大人甲医护人员去买物件，希望大家会当做伙来渡过难关。目前英国确诊甲死亡的人数欠悬，伦敦的医疗人员压力嘛愈来愈大。为了要让医护人员无其他的烦恼，伫咧前线作战，伦敦最近出现志工团体，专门替伫伦敦西南部圣乔治大学病院辛苦的医疗人员提供免费的饭菜，一天送3届。So basically,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e're here is that when the nurses are finishing a long shift and the doctors, they've been going to the shops and there's no food supplies left. So we're hoping to bring in provisions, not only lunches and dinners, but some basic staples that they can come and grab so they don't have to worry. 若提供饭菜，志工团体甚至发起捐款，替袂当转去厝的，就爱住伫咧旅社甲厝内的人隔离的护士倒纳带眠费用。这个大心的服务，嘛计划要扩大到伦敦的其他园区。类似的服务嘛出现伫咧意大利的同在区、伦巴第大区的首府米兰。原本针对上班的人外送饭菜的平台，为着要感谢辛苦的医疗人员，即卖已经改做专门替医疗人员免费送餐的服务。另外一方面，因为疫情要烧未退，真侪国家拢出现民众抢物资的情形。为着确保医疗人员甲老大人嘛会当顺利买到生活用品。伦敦郊区的一寡超市，这礼拜已经开始增加营业的时段，让医疗人员甲有会的人会当先入去买。另外，美国加州真侪超市甲店头，顶礼拜嘛开始出现类似的服务，早起8点至9点，优先开放予60岁以上的长辈来买物件。People are hoarding everything, so there's hardly anything on the shelves. So I thought I'd have a better choice here rather than trying to find the regular markets. 有一寡时段，佫会当家己出门买物件，毋过行动无方便，或者是健康状况无好的人，伫咧防疫期间要出门就更加困难嘛危险。加上纽约的疫情继续咧扩大，所以哈佛的大学生联盟甲朋友成立一个组织，专门替这的老大人买物资送去因兜。透过人面册，伫咧72点钟内底，就有1300个志工。伫咧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抑搁咧炭烧的时期，嘛，互咱看到人甲人之间互相斗相共的混乱。记者综合报道。韩国除了互疫情吞噬以外，阁发生犯罪集团伫手机通讯软体顶头散布色情影片甲相片，受害女性超过70人。真侪网友也真正气，要求政府爱公布犯罪人的名字，不过政府却是无正面回应。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去到台南的空军甲陆军营区视察，蔡总统也表示讲，虽然目前疫情真紧张，不过中国的军机是一再伫咧扰乱台海，守护国家安全是袂使怠慢的。另外，副总统陈建仁也在面册发文，伊认为讲疫情若准备较后，可能阁爱2个月。那目前是正在由医疗专门在群做一个起落架。去台南基地视察空军第一战术战斗机联队，蔡总统除了看上番后送作业演练以外，更较重要是最近中国战机一直找台，要了解空军舰队解放军远海中航的处置，甲天军部队整备现况，紧急起飞演练等，都算面对疫情挑战，空军也确保国家领空安全。虽然目前疫情紧张，但是中共军机还是不断的扰台。对台湾与区域安全的威胁并没有降低，也要求空军弟兄姐妹一定要确保国家领空的安全。
在期去陆军步兵203旅了解新兵接训防疫情形，未入营的夜男，拢先到区公所确认体温，填写出国调查者资料。国防部也实施分区分流，佮发展出防疫包，为可能的隔离做好准备。蔡总统也希望少年世代应了解国家任务，尤其在这摆防疫当中，感谢国军动员甲努力。不仅是我本人，社会也都看到了，在防疫作战上，国军入力完成任务。这是一支可以信赖的部队，平时保护人民，战时保护我们的国家。这被中国官方媒体批评，副总统陈建仁23暗时阁发文，以公会专家角度谈论武汉肺炎发生率、致死率甲病毒检验阳性率的相关分析，认为目前各国疫情依然是伫个升悬的阶段，至少要2个月时间才会较减少。也强调伫台湾无做普检，是加强密切接触者甲高风险族群的病毒检验，这是有效果的。记者综合报道。当全世界伫咧对抗武汉肺炎的时阵，中国却一再派军机来射台湾。咱的国军也是无伫咧落软，第24透早也随启动操演，实行陆海空三军联合防空作战。另外，美国23伫南海实行操演，也互看作是对中国提出警示。模拟中共军机内空军花莲基地8架 F-16战机紧急实施防空乱炸，看到感觉红的尾焰，战机小连续飞去咧天顶。武汉肺炎伫咧全世界的军架，啊，毋过中国伫咧疫情期间真侪届派军机来扰乱台湾，而且佫超过台海中线，引起台海情势紧张。国军24透早启动连续操演来阻挡中国威胁。疫病，并不应该去影响军队的正常训练。那么，但是我们也不欢迎在我们防疫压力很大的时候，增加顾虑的这些安全威胁。国防部只个透过实兵无实弹的作战方式，模拟敌人攻击台湾的重要阵地。三军执行联合防空作战，强化保护目标的能力。另外，美国海军第7舰队23真罕哩快伫面册发布，美南伫咧南海进行实弹射击演练。真拄好的是，日本防卫省暗时嘛公布，中国解放军一架Y8炸机已经机就出现伫咧东海天顶。虽望中国精巧美军飞弹或者是美军的电子信号是无啥可能，啊，毋过美方最近大动作军演，马克龙认为这是西太平洋印太战略位置真重要一个。那么传给北京的讯息就是，我们美军在逐步的增加我们在西太平洋的兵力部署。那么传达给友盟国家的讯息就是说，美国没有离开。学者嘛讲，美中双方未来军事比拼对象的状况会愈来愈接，为着避免台海变作美中强权的战场，台湾必须加强家己的国防实力，注意国际政治局势变化，才会当伫美国、中国、台湾三方伫咧拼斗的时阵有家己的地位。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议会伫今仔透早雄雄宣布暂停开会，不过花莲到今也无确诊病例，而且这会议庭有真侪法案要审，雄雄法庭真侪议员拢杀无状。这是花莲县议会议事厅原本24节起要召开临时会，议长宣布暂时莫开会，因为提案议员认为花莲县目前居家检疫的人数已经500多人，是真危险，所以建议休会。这疫情最怕群聚感染，所以议会今天开临时会，我们又是民意代表，为了做一个示范，所以我提案了。那我们这一次的临时会休会。经过议长问参加的议员，只有一个国民党籍议员李秋王反对，因为这届临时会要审的法案总共有11项，会当分做建设类和社会福利，金额为几百万到3亿外。休会后部分议员感觉是真烦恼。应该先前跟议员们先沟通嘛。我忽然觉得大家都觉得措手不及啊。我建议啦，就是说有关于社福类的案件，还是要优先来审查。花莲县议会表示，这是花莲第一届因疫情关系来休会，那受相关法案受到影响是真危险。因为我们都是合议制嘛，那就是要等到开会，大家来决定，也没有办法用私底下来签这样子。花莲县政府这届临时会提案，较大的项目有地当了的工程修复，佮有花东基金的补助款，含协助弱势族群的方案，佮有关怀游民的项目，什么时阵会当佮开会，爱看疫情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进入当地防疫，伊规定一台电梯敢若会当坐9个人，伫餐厅也有用塑胶帮仔隔开。那阵感觉讲这款防疫的代志做了袂歹，咱也来学看卖。今日
外，立法院红楼会馆的电梯内底有大厦，分做4格，一间上济间内当载4个人。立委办公的中型大楼电梯是搭9格，一间上济当载9个。立法院为着防疫，关这电梯一间坐人数，和采访的记者甲立委拢感觉真放心。平常立法院人流众多啦，但是如果有这样稍微间隔一点距离，然后大家戴口罩，我觉得可以达到防疫的效果。比如说我们现在画格数的话，大概都是原来的一半。容纳人数大概原来一半，比如说我们群贤楼大概是能够容纳6位同仁进去。立法院防疫部分为着避免群聚感染，嘛要求各部会主管出席会议的时阵，陪伴的幕僚以1个人为原则，而且各委员会开会时阵，除了群贤楼大礼堂进帮80个人，其他会场50个人。逐工出入立法院的立委针对人数甲电梯控管拢愿意配合。提醒大家，电梯不要一次搭载超过9位。对，那这个可能就还是要靠大家戴口罩啊，然后在电梯里面不要交谈，才能够做到比较好的防疫。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都尽量就是站在这个9宫格的格子里面，对啊，周边的话我们大概就会面向这个电梯的这个墙壁，然后尽量都不交谈。而且为着配合防疫，立法院真有名的空园餐厅嘛有营养措施，伫咧每一张桌顶拢有放一个透明的隔板，希望讲提供一个安全的用餐环境。这样子防止口沫的那个传染，对，让客人可以吃得更安心啦，让我们院内同仁可以更放心的用餐。不过，因为疫情的冲击，空园的业绩受到真大影响，敢若剩一半。对这件代志，立法院表示，已经当地研究纾困方案，希望提供空园或者是小卖部租金的优待。到三港经过这段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的武汉肺炎感染者内面有2位对境外入来患者出现食物件白净无味、片物件片无镜头。感染科的医生也表示讲，这也代表病毒正在攻击病人的神经系统。台湾伫礼拜一新增加26个确诊病例当中，有2个个案出现食袂出咸正甲片无气味的镜头，国际嘛有相关的案例。有英国专家讲，少年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无一定会发烧、咳嗽，有可能会为食袂出咸正甲片无气味开始。感染科医生提醒，虽然毋是大多数的患者拢有安尼的镜头，不过这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有可能攻击咱的神经系统。它的理由是因为病毒会在鼻咽部、跟口腔还有舌头上繁殖，那可能是破坏了受体，或者是破坏到末梢的神经，造成感觉传不进去啊。那目前的结论就是说，这些人会不会恢复，现在不清楚了。可是如果有人有些症状、有些表现的话，因为这个很特别，其他病毒几乎都不会出现。如果有这种表现的话，一定要去验一下新型冠状病毒。医生提醒讲，民众若发现有这款镜头，会当去病院做检验。即阵国际疫情严重，台湾嘛伫关键的14天抗疫期，是毋是有封城的必要？感染科医生直接讲，就算面对大规模的感染，封城的效果嘛无一定会较好。如果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大规模的那个不明传染源的社区感染的话，所有的学校停课，或者是所有的那个办公室都不要上班，那大家尽量在家里面那个办公室，这个是可能必要的手段。可是所有的人都不可以出门，除了买那个民生用品以外，那这个东西是有点太过严厉，而也是不是很必要。医生分析，若是逼大规模的社区感染，上重要的是避免伫咧室内甲暗时的群聚活动。台湾目前还未行到这个坎站，不过同款提醒民众出入公共场所一定要较接洗手。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的疫情，真有可能造成学校停课，真侪学校拢伫咧准备线顶教学。不过，唔是所有学校、所有年龄拢适合线顶教学的。已经有学校也经过开会决议，若准停课，会用实际课程来补课，会做应变。使用 RIM 的云端实现，新北市教育局辅导团的老师对着全市100间高中的自联科老师讲解云端教学操作，虽然是高中会考的线上教学技巧。新北市在4月底以前，原则上我们教育局或是跨校的研习，我们一律停止。我们就是不希望跨校之间造成彼此的有交叉感染的机会。有晓的老师再去教同校的老师，教育局希望讲不得已停课的时阵，老师应有基本的技术甲能力。不过体育、音乐、美术这类课程要安怎伫线上教学？
像音乐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线上的一些资讯是可以提供啦。不过像体育的部分，可能还是回到后期的实体授课啦。虽然实际操作课程，高中这边是希望实体补课，至少要学校经过课发会决议，若是因为疫情停课，拢无要采用线上教学。低年级可能不太适合所谓线上研习课程。那至于中高年级的部分，不少学校在学校课发会通过，它就是用实体不进行线上教学。教育局表示，只要经过课发会讨论，拢会尊重。不过，已经要求新北400外间中小学3月底进行汇报补课规划，加弱势家庭需要学习工具来做好应用。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嫌石仔会险，细粒就会险。伫台中大道的三阳国小，虽然因全校敢若7班尔尔，不过因的太鼓队也真厉害，而且因也真认真，咱做伙来看。专心抓节奏，囡仔兄囡仔姐气势十足，这鼓仔声有要弄加真活。因展现平常时骨力拍鼓的成果，这场表演，互台下的观众也个评审听得到底是真感动，也互因伫咧台中市的音乐比赛国小组打击音乐的合奏这个项目摕到第2名，成功进入全国赛。每个礼拜3都很努力，虽然我们时间很少，但是我们就用这少少的时间很努力的去练习，终于可以上台表演。掌声给很多的观众看。差不多15年前，台中大道区山阳国小的老师为着鼓励学生囡仔多元发展，甲艺术也有人文结合伫咧学校的课程，以太鼓做学校的特色，成立太鼓社团。虽然学校人数无讲介济，全校只有7个班，不过年岁较大的囡仔就带较细汉的做伙练鼓。社团的教练对这摆学生进入决赛心内真激动，也讲出对社团未来发展的愿望。三阳国小呢，最棒的特色就是我们发展太鼓已经非常悠久。那今年呢，我们就是希望以太鼓为核心呢，邀请大肚区的我们所有的朋友，然后一起共襄盛举。通过太鼓这样的一个媒介，能够去带着小朋友去做一些社会服务哦。那甚至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推广到我们的家长。全国学生音乐比赛的决赛伫婚林馆比赛，山阳国小的太鼓队讲因的真专业，伫咧北港文化中心甲因上好的一面展出来，互大家看到因对鼓仔声的热爱。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信义乡的农会这几年拢伫咧鼓励农民爱种有机的梅子，也协助在地农民申请有机认证。虽然拄开始产量有较减，不过唔免背悬背价，也较安全，而且也真省功夫。南投县的信义乡是国内重要的梅仔产地，不过在地多数的梅仔树拢种伫咧山坡地，对一寡较有会的农友来讲，实在是一件危险的工课。为着要改善种植的不便，大多少年的农民开始改良，培养全有机的栽种法，互老农民唔免阁背悬背价。古来也看到友善环境的改变。其实这个相对的，对现在一些老农啊，慢慢就是一些老农，他的年纪越大，可能在一些山坡地的一个种植的方法的话，我想是否要改变一种耕种的方法？那我们就是管理上比较恢复原始的这种做法。信义乡农会这几年来鼓励农民有机栽种，因为梅仔树本地就无啥需要喷药啊，那是直接转做全有机栽种，可以当协助农民摕到有机认证，发展各种的梅仔产品，拓展多元的销路。因为梅子它的病虫害相对所有果树来讲，它是比较少的，尤其梅子的果实它是酸涩，所以一般的虫不吃，所以它要做有机这方面来讲，可能它就相对的就比较容易。大部分的农友他们因为都是小农嘛，会希望有自己打品牌的部分啊，所以还蛮多院政户为了做差异化行销，就开始来做有机验证。不过，因为土地所有权的关系，真侪农民也无法度顺利摕到认证。若要正经推广起来，有影是无遐尼简单。农会除了继续坚持有机转做的概念，也招侪农民做伙讨论意见。望讲友善环境以外，会当互消费者买到上健康、安心、好食的梅仔产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婚林树湖有一个少年农民，自退伍了后，就要决定回故乡种草莓。伊唔但用假种，也甲地方的老人真有互动，互大家唔免挽这个草莓变枯了，佮爬起来也变甲真方便。
尤其俄勒少年农民吴一定种的草唔真新鲜，因个特别对台北找来加班。我的那个评论说这边的还不错，然后天气还不错，然后这边的草莓蛮新鲜，蛮大颗的。他从第1年开始有草莓，我就每年都有来采。 81年厝的吴一定发现，若到年节，真侪人会回乡过节。不过附近无啥景点，因专种家己上爱食的草莓，佮用心经营草莓园，希望草莓园通成做地方的特色景点。我自己在这边生长10几年，像节日重大节日的时候，过年啊，然后大家都回来四五，结果我没有地方跑。吴一定从退伍的时，就决定返来故乡种草莓，因为草莓惊热，土块温度会影响草莓的生长，所以伊嘛用高价方式种植，那提高草莓的品质，嘛互行动不便的民众也是老大人较方便买草莓。我们采用高价的做法，可以比较就是不要让它太靠近地上，这样子，比较减少一点点的温度的影响。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地啊，就是老人家比较多，那我就想说，我要做一个可以让我们的老人家，还有一些可能比较不方便的一些长辈们啊，可以一起来体验的。吴一定有时也和地方的机构合作，互老大人同齐来体验买草莓的趣味，希望用伊上喜欢的草莓，替地方、替公益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台北地区、西部山区、东部地区会落小可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雨天。另外，西半部会大蒙大雾，影响到能见度，也请观众朋友爱注意。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对19度到29度。中部地区对20度到30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20度到2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6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澳洲看无尾熊野蜂，也感谢您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